电力无穷的轩轩，怎么玩都玩不累。体验过手作的乐趣之后，他带着喜滋滋的心情，跟我来到新竹新埔的最后一站。我跟轩轩要来跟可爱的钓儿当好朋友，还要来一趟小女生的下午茶约会。轩轩，你看，牙发呀，又动多钓儿哎。对，这里有好多钓儿。对呀，你看这什么颜色？有很多颜色。真的哎，我们待会儿去喂钓儿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一个个好大的鸟笼里头，有好多不同品种的钓儿。这里除了可以认识钓儿、欣赏钓儿振翅而飞的美丽身姿，还可以跟着饲养员一起喂钓儿吃点心哦。你们要不要喂钓哦？啊，欢迎大家来喂钓，跟来钓在这边交不一样的朋友。哎，好。不过它只是说放松了，慢慢的不要太靠近。又动多钓。对，来，又动多。来，嘟，不要怕，嘟，你敢吗？来，换你。钓儿来吃，钓来吃，慢慢。钓儿来吃，钓来吃。你有吓到没有？鸟笼里头的钓儿都很亲近人呢。轩轩第一次喂钓儿，虽然有一点紧张，但是表现得很勇敢哦。园区的另一处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体验的设施，在钓儿的围绕之下，我跟轩轩尽情玩耍，就好像多了很多好朋友陪伴。好，上一上风餐，抢麦肉。谢梦妮，谢谢。我帮你倒一点。我都在这里。好啊，帮你倒喽。这个你一定很喜欢喝。轩轩，你今天看到什么？很多钓儿，还有小白兔这么大一只，还有一个开屏的孔雀，而且我们还用虫虫。喂它，喂钓儿，对不对？好不好玩？好的。这样喂钓儿，这样喂钓儿，对不对？干妈好喜欢喂钓儿。我也很喜欢喂钓儿，而且我觉得啊，这里很特别，因为法然入洞。